7月，台东的阿美族族人陆续拢会来举办丰年祭典，通常会以传承文化的青少年成长营开始学习部落的传统生活。不过，伫咧卑南溪塔拉的部落，因为溪流内底原生鱼种逐年减少，外来种增加。今年鹿野乡的7大阿美族的部落青少年文化成长营，水利署就特别和部落合作，引进河川的生态教育来教育青少年，进行祭典文化，嘛会兼顾着生态。鹿野乡7大阿美族部落联合举办青少年文化成长营掠鱼节，初日正式开训，有35个青少年参加。在前一天的课程当中，部落老人甲因做特别的掠鱼笼啊，佮提到卑南溪布置陷阱，以时佮去溪内看是毋是有掠到鱼。丰益有没有鱼？都没有。我们大人可以带小孩子看生态，给他们生态，又教他们。部落老人讲，其实卑南溪的鱼已经愈来愈少。水利署第8河川分署今年就特别找生态保育机构，利用部落祭典，甲青少年熟知卑南溪原生鱼种，也互青少年学移除台湾西部一深东部溪流，促进溪谷的强势外来鱼种。鱼类的一个捕捞，可能因为太过度了之后，然后导致了本身。在我们现在卑南溪在鱼类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数量种类上面呢，有一些相对的一个降低的情况。只有认识了在地的原生种跟外来种，他们以后在记忆或者是在猎捕的过程，才有办法去判断这件事情。第8河川分署表示，鹿野乡阿美族7大部落联合青少年成长营已经办10年，今年是第一摆将生态教育纳入课程，唔通掠鱼伤过头，希望透过教育甲移除外来种活动，达到恢复卑南溪流域原生鱼种的数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